Hello， 大家好，我係 Kiki， 今集咧係同大家咧嚟到遠洋繁花里呢個樓盤呢度咧，講翻最新嘅政策俾翻大家聽嘅。嗱喺呢度啦，目前只需要2萬蚊嘅首期同埋3000蚊嘅月供，就可以喺呢度咧買得到一個精裝現樓，而且咧仲送埋你產權車位，送埋你1萬蚊嘅購物券添，係咪非常之心動咧？嗱，其實喺翻繁花里呢度嘅話咧，佢所有嘅設施基本上都係自給自足㗎，佢唔單止係擁有住自己嘅商業街啦，仲有自己超大型嘅交通樞紐，而且咧仲有12年1站式嘅教育，全部咧都喺晒自己嘅樓盤呢度啊嚇，真係可以話自起一城啊！嗱，呢個咧就係佢一個商業街啦，商業街嘅話咧亦都係非常之大型㗎，基本上咧呢個起居飲食咧喺呢度落個樓咧就可以滿足得到喺呢度居住嘅業主㗎啦，而且呢度仲係一個超大型嘅樓盤嚟㗎，足足咧係超8000戶嘅業主啊嚇！但係一個咁大規模、咁大型嘅樓盤啦，喺交通方面又點會差咧？係咪先？佢自己咧就擁有住呢個人工島口岸嘅專線巴士，仲未止喎，係可以直達添㗎，可以直接翻到去咧呢個香港嘅太子同埋荃灣。嗱，巴士咧就係呢度啦，可以日出發啊！你話係咪非常之方便咧？除此之外，啱先都同大家講到啦，佢呢度咧係有非常之大型嘅交通樞紐㗎，亦都有非常之多線路嘅巴士，你可以直接去到中山嘅市區或者係珠海市區都完全冇問題，令到各位業主嘅出行咧就會更加之便利啦。嗱，而且喺翻呢邊嘅話咧，佢整體嘅一個園林啊，入邊嘅設施都係非常之多樣化㗎嚇，全年齡段嘅一啲設施全部都擺晒喺度，令到咧男女老幼都完全 OK。好啦，嗱，講到呢度咧，大家亦都好想知道，咁目前究竟係賣嗰啲咩嘢戶型？2萬蚊首期上車得到會係一個點樣嘅單位咧？依家即刻帶你哋過去睇。重磅福利來襲！揾我哋成功買樓，即送價值68,888嘅28件套全屋家私大禮包，再附贈驗收樓服務。立即報名睇樓團，實地考察你嘅心水樓盤，當日往返2日1夜 ，VIP 私人定製專屬行程，3條路線任你揀，全港專車包接送。立即撥打屏幕上方嘅電話聯繫我哋啦！嗱，咁啊，依家咧上到嚟呢個實體樓嘅位置啦，依家帶大家睇嘅係咧119平方，仲有4房嘅單位嚟喎。嗱，大單位咧一直都會有佢自己優勢喺度嘅。第一個優勢係咩咧？就係呢個單邊位啊，可以合理咁樣私有化呢個走廊嘅位置啊，為自己增加咗一個入門花園，而且仲係免費嘅添。嗱，好啦，入到嚟嘅話咧，首先會有個玄關位喺度啦。呢一個大單位嘅交樓標準嘅話咧，相當靚仔啲嘅，係帶有呢個子母門嘅設計㗎嚇。咁我再過翻嚟嘅話咧，就係一個南北通透雙露台嘅呢種戶型嚟嘅。咁我哋首先可以過嚟呢個客廳睇下先，成個客廳嘅開間咧可以達到4米啊，係咪非常之開闊咧？所以入到嚟咧，成個空間感係非常之闊落㗎嚇。嗱，咁出翻嚟呢邊嘅話咧，就更加有個超大嘅露台。喺露台呢邊嘅話咧，你就可以俯瞰得到咧成個園林同埋別墅景啊。如果再望遠啲嘅話咧，仲可以有一個山景可以睇得到添。OK， 嗱，我哋再過嚟呢邊嘅話咧，就係一個餐廳嘅位置啦。咁喺呢一個示範單位呢度嘅話咧，佢嘅廚房咧亦都係做咗一個半開放式嘅，咁啊令到咧呢一個餐客廳整體嘅呢個視覺效果咧就會更加之闊落嘅。嗱，廚房位置亦都一啲都唔細啦，而且咧亦都係帶有呢個明窗設計嘅，咁到時呢一個通風嘅效果咧亦都可以做得到。係啦，餐廳位嘅話咧，亦都係非常之夠位，可以做到一個餐邊櫃、酒櫃，繼而咧再擺埋一個餐台都係仲尚算足夠嘅。OK， 嗱，過翻嚟呢邊嘅話就有一個生活露台。生活露台嘅話咧，咁佢呢個視野咧就可以望得非常之闊啦，而且嘅話咧亦都可以擺得到呢一個生活雜物啦，係啦，咁你就唔會影響得到主觀露台嘅一個使用啦。咁啊，過翻嚟呢邊嘅話咧，就會有4間房嘅。咁啊，呢邊嘅話，首先咧就係呢個客廁先嘅。客廁係做咗分離式，亦都係做埋呢一個乾濕分離嘅一個設計啦。咁你使用起身就會更加之便利啦。咁啊，過翻嚟呢度嘅話咧，嗱，我哋依家見得到咧，就係整體一個書房同埋呢一個休閒房嘅呢一個空間係擺咗喺度嘅。但而其實咧呢度嘅話，其實佢係有2間客房打通而成嘅。咁到時交樓標準嘅話咧，中間呢度亦都係會有道牆，咁呢道牆亦都係可以打到嘅。如果大家冇房間需求量咁大嘅情況下咧，亦都可以參照翻呢一個示範單位咧，做翻一個咁大嘅休閒空間，屬於自己嘅一個空間嚇。
嗱呢邊嘅話咧就係一個客房啦，加埋呢間房就第3個客房啦。咁呢間房嘅話咧，因為佢嘅視野會比較開闊，所以整體嘅呢個採光咧亦都係非常之好嘅。嗱最後咧就嚟到呢一個主人房啦。主人房嘅空間咧係真係比較大，大到你係可以直接咧喺呢度間咗個衣帽間除都得嘅。咁呢個衣帽間隔離嘅話就係一個洗手間嘅位置，亦都好好咁樣去阻斷咗呢一個廁所門口啦對住主人床嘅一個作用喺度㗎嚇。而且嘅話咧，成個主人房亦都做咗一個全開飄窗嘅設計，成個飄窗咧亦都係打埋嘅。咁你成個實用性咧就會提高翻非常之多啦。嗱，好似一個咁樣嘅單位啊，佢嘅呢一個首期咧最少最低咧亦都可以做到2萬蚊起步啊嚇！4房嘅話咧，月供啊大概去到4000蚊左右，2萬蚊嘅首期，4000蚊嘅月供，你就可以買到一套咁樣嘅精裝現樓嘅4房單位啦。嗱，如果你想睇翻啲細啲嘅單位，得冇問題。嗱，我依家咧帶大家去睇翻個細啲嘅3房單位，順便我哋睇埋繁花里嘅一個交樓標準會係點嘅樣。嗱，呢個咧就係100平方嘅3房戶型嚟嘅，咁啊入到嚟嘅話咧，首先就係整個餐客廳一體嘅戶型啦，同我哋啱先見得到嘅南北通透嘅話咧，係有唔同嘅格局喺度嘅，咁大家可以按照翻自己嘅需求、自己嘅喜好去選擇翻啦，非常之人性化嚇。咁你喺呢邊嘅話，亦都可以見得到啦，到時你收到首層樓嘅一個交樓標準會係點樣嘅樣嘅，好似呢一個地磚啦、牆身啦，已經全部做好晒嘅。嗱，廚房嘅話咧，亦都係做咗呢一個硬件喺度嘅，好似一啲櫥櫃啦，同埋呢個2件套啦，無論洗手盤啊，呢啲已經係全部做好晒噶啦。嗱，雖然呢個咧係縮細咗啦，係得翻100平方係做到3房，但係咧佢成個客廳嘅一個開間咧都係保持咗喺度噶嚇，有成3.8米嘅，呢個係市面上3房嚟計一個絕大嘅優勢嚟嘅，畢竟好少可以做到咁大。咁啊過翻嚟呢個陽台呢邊嘅話咧，望翻出去咧就係一望無際嘅視野，仲可以見得到呢個西江嘅景觀添喎。咁你過翻嚟呢邊咧就係一個3間房啦，係啦。嗱咁首先呢邊咧就會係一個洗手間啦。洗手間嘅話咧，佢呢度咧所有嘅硬裝亦都係全部做好晒噶啦。OK， 咁過翻嚟呢間房嘅話咧，亦都係包含到一啲贈送嘅面積喺度嘅，所以整體嘅呢一個使用率會比較高。對面呢個咧就係第2個客房啦，咁我哋而家咧可以通過鏡頭啦，好興奮咁樣去感受得到咧，佢成個採光真係非常之足夠啊嚇！嗱，最後嚟到呢個咧就係一個主人套房啦，冇錯，帶有套廁嘅一個設計啦，而且成個主人房都夠晒大，好方正實用嘅。咁到時咧，就算你冇話1.8米甚至2米嘅大床，你都依然可以擺得落，甚至做埋3邊落床都冇問題。嗱，一個咁樣嘅3房單位咧，佢亦都係2萬蚊嘅首期，同埋3000蚊嘅月供就可以攞得低啦，而且仲係精裝現樓添喎。唔好忘記，仲可以送埋你一個產權車位，仲額外送埋你1萬蚊嘅超市使用券添喎。而其實依家嘅優惠政策真係非常之多，所以咧奉勸各位係時候要落手啦。嗱，如果想了解翻更加多嘅資料嘅話，歡迎撥打翻屏幕上方嘅電話，同我攞翻更加多嘅資訊。最好就係可以親臨實地過嚟呢邊實地考察一下啦。畢竟自己親眼見到嘅先係最真實㗎嘛。OK， 我係 Kiki， 我哋下期再見，拜拜。